買樓最緊要地段靚、人氣旺、升值潛力高，有埋靚海景就最 perfect。啟德成豐道呢個新盤一次過滿足晒咁多個願望，係我哋一家人嘅 Dream House。項目共提供439個住宅單位，以4房為主，空間寬敞夠實用，仲有多個特色戶型及私人泳池單位，約90成單位可以望到維港海景，加上有約8萬平方尺臨海會所 Gym Room， 休閒空間、親子設施樣樣齊，啱晒我哋呢啲家庭客。出街買嘢食飯完全唔使擔心，項目有專車直達商場，無縫連接港鐵啟德站，行多幾步又可以去 Airside、雙子匯同啟德體育園零售館，由國際品牌到生活雜貨通通有齊，中日韓美多國菜系任揀。想再多啲選擇，去食九龍城地道泰菜，車程都係幾分鐘。由高級餐廳到街坊風味，隨時轉口味都得。加上中九龍幹線已經通車，10分鐘就到西九龍，15分鐘出到中環，去西九高鐵站又快，北上話咁易。將來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落成，交通就更四通八達。佔地約28公頃嘅啟德體育園，每年舉辦多項國際級盛事，帶旺人流，項目升值潛力亦提高一線。34區名校網匯聚傳承優質教育資源，名校林立，小朋友學習唔使擔心，放學仲可以直落海濱放電。有人話完美生活難求，但係呢度維港景緻、名校氛圍、國際盛事、便捷交通、完美交融，成就咗理想生活。即刻聯絡我哋約睇樓啦！